王君馨朝霞上身，寫遺書俾阿魯。尋晚城寨英雄講到，王君馨所飾演嘅朝霞俾殺手集團打到慘死，催淚指數爆晒燈啊！就連陸永個女女都痛心爆喊。有見咁多人為朝霞落淚，王君馨先拍片安慰陸永嘅女女，叫佢唔好太傷心。君馨姐姐只係拍戲啫。另外佢亦都朝霞再上身，先後上載3封遺書俾哥哥朝陽、刁蘭同埋段影峰。王君馨喺朝霞給哥哥的信裏面，就向陳展鵬所飾演嘅哥哥權老咁樣講啦。要佢唔好為自己報仇，冇咗自己嘅人生，更加叫對方好好珍惜刁蘭啊！而朝霞給刁蘭的信呢，就向劇中嘅阿嫂胡定欣表訴心聲，叫阿嫂好好照顧哥哥。而去到朝霞給迎風的信咯，佢就先多謝迎風嘅愛護同埋信任，為佢嘅人生添上色彩，並表示自己嘅遺願係可以阿佬同權佬和平共處，凡事都要有商有量，一齊守護城寨啊！足見戲裏戲外，王君馨都好入戲啊！